弟兄姊妹大家好，如果我冇記錯，應該可能都有2個零月咧，冇喺呢度同大家去分享講道嘅信息。可能大家都知道呢段時間我忙緊喺輔導中心開始嘅工作啊，要去計劃，要去諗點樣嚟到發展，咁所以呢段時間咧有啲忙，一直都有去寫講章，特別係拿紅書，我哋講完第1章之後咧，第2、第3章我哋未講，我哋話會講2次。咁所以第2次咧會講第2、第3章，一路都有寫嘅，不過寫下又停下，寫下又停下，中間又有啲嘢要去諗啊，然後又令到自己唔係好專注。咁但係無論如何，終於都寫好啦。咁所以咧，我都覺得要喺呢度再同大家分享信息，因為都唔少弟兄姊妹問我，牧師拿紅書下半段我哋未聽喎，咁所以咧，終於都要錄影啦。如果你唔記得咗拿紅書第1章講咩嘅話咧，唔緊要嘅，你睇翻榮曉已到呢一個平台，你撳入嚟呢個平台，咁你就可以聽翻第1章嘅信息。亦都希望大家將呢個YouTube 頻道向你嘅朋友啦、弟兄姊妹嚟到推介，希望多啲人可以 subscribe。咁我一見到多啲人聽、多啲人睇、多啲人留言咧，咁我又會再去努力去做好呢個頻道。嚟緊我都預備緊一啲信息擺喺呢個頻道同大家分享嘅。咁所以今日咧就同大家分享拿紅書嘅第2章同埋第3章。第3章我哋唔會講晒，我哋會講一個片段。我唔知弟兄姊妹你仲記唔記得第1章啦？正如頭先咁講，不過唔記得你可以聽翻個錄影嘅。喺拿紅書第1章第9節，聖經咁講嘅，佢話尼尼微人啊，設合謀攻擊耶和華呢，他必將你們滅絕淨盡，災難不再興起。嗱，如果你記得嘅話，我哋當時有講到咧，Eugene Peterson 佢 The Message 啦，將第9節係咁譯嘅：你為什麼還要浪費時間圖謀對抗上帝？他早已決定要終止一切詭計。對於惹是生非的人，他不會給第2次機會。嗱，弟兄姊妹，無論係英文嘅 NIV 或者我哋睇埋 NASB 咧，同樣其實亦都好清楚咁樣提及到尼尼微佢哋唔會有第2次嘅機會嘅。而第2、第3章咧，重點就係尼尼微嘅覆亡啦。嗱，兩章聖經比較長嘅篇幅，到底我哋可以點樣嚟到去讀明佢呢？希伯來文聖經自從第1章第1節提及到論尼尼微的默示提及到尼尼微呢個名字之後呢，其實原文嘅聖經要去到2章第9節即係大家和合本聖經嘅2章第8節呢，先至再提及尼尼微嘅。2章第8節話尼尼微自古以來充滿人民，如同聚水嘅池子。你記得嘛？我哋上一次講第1章嘅時候提及到1章15節喺希伯來文聖經咧係屬於2章第1節嘅。所以咧我哋中文聖經嘅第8節其實就係原文嘅第9節嚟。而第3次提到尼尼微呢個名字咧係去到3章第7節。3章第7節話咧，凡看見你的都必逃跑離開你，說尼尼微荒涼了。去到第3章呢度，咁有乜嘢意義呢？咁樣有乜嘢意義呢？係兩章聖經裏面主要都係講尼尼微嘅覆亡，第2、第3章。咁你可能會諗啦，咦，牧師，如果係咁嘅話，當亞述尼尼微佢哋讀完之後，佢哋讀完呢章聖經之後，當睇見咁樣災難嘅結果咧，佢哋豈唔係應該回轉悔改嘅咩？弟兄姊妹，或者係嘅。假如尼尼微佢哋真係讀到呢2章聖經嘅話，大概佢哋可能會因為恐懼而回轉悔改。不過弟兄姊妹，拿紅書同約拿書，我哋喺講第1章嘅時候都提到啦，唔同嘅係乜嘢呢？
約拿書係上帝差派先知去到尼尼微宣告審判嘅信息，而尼尼微聽到之後咧，佢哋回轉悔改。但係拿鴻書咧，拿鴻書佢係記載住尼尼微佢哋點樣對上帝子民作惡，以致上帝話佢哋唔會再有第二次機會噶啦。不過更加重要嘅係乜嘢？先知拿鴻佢所宣講信息嘅對象唔係尼尼微。咁係邊個啊？係嗰一班被亞述欺凌嘅猶大子民。弟兄姊妹，咁你就明白啦。咁你就明白1章第9節所謂嘅尼尼微人設合謀攻擊耶和華呢一句說話，如果原文唔係單單指向尼尼微嘅話呢，咁樣聖經嘅記載喺呢一度亦都唔會只係警告尼尼微嘅。我想講係咩意思呢？先知拿鴻佢係要猶大子民明白一個道理，上帝話打你嘅即係打我，邊個攻擊你嘅無異於就係攻擊我，蝦你哋猶大嘅其實都係蝦緊我。你明白個意思嘛？換句話講咧，無論係當下嘅尼尼微，抑或係其他敵人都好，假如上帝嘅子民被欺負嘅話，上帝一定會為佢哋出頭嘅。點解啊？因為一切與上帝子民為敵嘅，亦都等同於與上帝為敵。弟兄姊妹，無怪乎第2、第3章裏邊有一句好重要嘅說話，重複咗2次嘅。我唔知你有冇留意？我與你為敵。2章13節，2章13節裏邊，聖經咁講嘅。2章13節話呢，萬軍之耶和華說：我與你為敵，必將你嘅車輛焚燒成煙，刀劍也必吞滅你嘅少壯獅子。我必從地上除滅你所撕碎的，你使者嘅聲音必不再聽見。另外一次呢，3章第5節，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與你為敵，我必揭起你嘅衣襟，蒙在你嘅臉上，使列國看見你嘅赤體，使列邦觀看你嘅醜陋。而呢一個呢，正好就係第2同埋第3章裏邊一個好重要嘅主題嚟嘅。2章第1、第2節，如果你有聖經，請你打開2章第1、第2節。尼尼微人啊，那打碎邦國的上來攻擊你，你要看守保障，謹防道路，使腰強壯，大大勉力。耶和華復興雅各嘅榮華，好像以色列的榮華一樣，因為使地空虛的已經使雅各和以色列空虛，將他們的葡萄枝毀壞了。和合本嘅修訂版，如果我哋參考和合本嘅修訂版呢，佢就譯做那打碎你的人，佢有個注腳噶，那打碎你的人呢，或者譯做驅散你的人，上到你面前，要看守堡壘，把守道路，要挺起腰來，大大使力。耶和華復興雅各嘅榮華，像復興以色列嘅榮華，因為蹂躪者曾經蹂躪他們，毀壞了他們的葡萄枝。聖經作者喺呢度要講乜嘢嘢？弟兄姊妹，唔好俾2章第1節和合本聖經一開始話尼尼微啊呢幾隻字誤導咗，以為跟住落嚟嘅說話就只係對尼尼微講，唔係。真相係乜嘢啊？第1節裏邊，那打碎你的人啊，固然係指到當下嘅尼尼微，但係當然佢亦都可以係指一切欺凌上帝嘅子民。弟兄姊妹，先知嘅信息好簡單㗎咋，2節聖經一方面固然係對佢子民群體嘅保證，耶和華復興雅各嘅榮華，像復興以色列嘅榮華。但係另一方面呢，當那打碎你的人上嚟攻擊你嘅時候，你哋要振作，
當那打碎你的人嚟到你面前嘅時候，你哋要守住你嘅堡壘，你哋要堅強挺起腰嚟到應付，唔使驚佢哋㗎。你明白我意思嗬？兩章聖經弟兄姊妹，第二、第三章講尼尼微嘅覆亡，二章第一、第二節呢兩節聖經你睇清楚，先知書裏邊所承載嘅係一個點樣嘅信息啊？二章第一、第二節，短短兩節聖經，先知書裏面所承載嘅係一個兩極轉換嘅信息。乜嘅意思啊？從前上帝子民群體係被欺凌嘅，亞述佢哋睇嚟好似好強大、牢不可破嘅。而家呢？而家因為上帝嘅緣故，一切都會反轉過嚟，復興雅國。咁嗰班蹂躪上帝子民嘅人呢？仲使唔使講得咁清楚啊？當然唔使啦。佢哋倒轉過嚟，將會被打敗嘅。二章第三至到第八節，第三至到第八節，他勇士的盾牌是紅的，精兵都穿朱紅衣服。在他預備爭戰嘅日子，戰車上嘅鋼鐵閃爍如火，柏木把的槍也掄起來了。車輛在街上急行，在寬闊處奔來奔去，形狀如火把，飛跑如閃電。尼尼微王招聚他的貴胄，他們步行絆跌，束上城牆，預備擋牌。河閘開放，宮殿沖沒。王后蒙羞，被人擄去，宮裏除空，哀鳴如鴿。此乃命定之事。第八節，尼尼微自古以來充滿人民，如同聚水嘅池子，現在居民卻都逃跑，雖有呼喊聲，說站住站住，卻無人回顧。六節聖經，你讀落去，假如我哋細心思想嘅話，其實呢六節係一個好震撼嘅一個事情嚟嘅。嗱，點解咁講呢？第三同埋第四節，第三、第四節兩節聖經，我哋首先要處理嘅問題係和合本喺第三節一開始所譯做嘅他勇士嘅盾牌係紅嘅，所譯做嘅他到底係指緊邊一個呢？係猶大嗎？唔係，絕對唔係嘅。點解咁講啊？因為你睇清楚猶大有冇咁勁啊？係嘛？冇噶。何況亞述亦都唔係敗喺猶大嘅手上邊噶噃，你記得係咪？嗱，如果係咁嘅話，咁你就明白呢一度嘅他，如果唔係猶大嘅話呢，咁就好可能係指緊巴比倫啦。嗱，冇關乎有舊約嘅學者就提出，從先知所寫出嚟嘅細節，大概我哋可以斷定拿鴻嘅呢一番說話係喺主前612年尼尼微淪陷之後所寫嘅。否則的話，拿鴻又點可以咁生動咁樣嚟到去描述呢一場戰爭呢？不過亦都有舊約學者話，拿鴻應該係喺尼尼微城淪陷之前就已經講出咗尼尼微滅亡嘅呢一番說話嘅。不過弟兄姊妹，無論如何，重要嘅係乜嘢？重要嘅係和合本聖經喺第5至到第7節裏面嘅翻譯，其實譯得好好嘅。你讀落去，大概你可以完全感受到尼尼微被擊潰嘅嗰種震撼係點樣樣。我哋讀多一個譯本，現代中文譯本。你睇住你嘅和合本聖經，現代中文譯本咁譯嘅：官長被傳喚，他們搖搖晃晃而來，進攻者直衝城牆，架起防禦嘅大盾，河閘崩裂，宮殿倒塌，皇后被擄走，宮裏門將鴿子哀鳴，個個捶胸悲泣。三節聖經，無論係和合本聖經又好，抑或係現代中文譯本又好，你讀落去，大概你會感受到嗰種又急促
又極具圖像性嘅一個描述。嗱，可能我哋都好熟悉聖經啦，或者我哋對於尼尼微嘅覆亡好似冇乜好震撼嘅感覺咁樣。不過弟兄姊妹，聖經咁樣嘅記載，亞述咁樣嘅潰敗，到底有咩意義？喺拿鴻先知之前，事實上喺耶路撒冷好少人會相信上帝真係會拯救以色列㗎。點解咁講啊？亞述係當時候可以講係一個戰無不勝嘅強大嘅帝國嚟嘅。試問又有邊一個會想象得到亞述係會敗亡嘅呢？係嘛？第八節聖經話亞述尼尼微自古以來充滿人民，如同聚水嘅池子。現在居民卻都逃跑，雖有人呼喊說站住站住，卻無人回顧，拿鴻書嘅記載係好特別嘅。自從第1章1節提及到尼尼微之後呢，聖經作者一直要去到2章第8節呢一度呢，先至再次提及尼尼微。咁有乜嘢重要啊？當第3節至到第7節記載住一個咁驚人毀滅嘅景象嘅時候，聖經嘅作者喺第8節呢一度再次點明尼尼微呢一個受審判嘅壓迫者。事實上，對於當時候第一次聽見或者係第一次讀到嘅人嚟到講呢，佢哋一定會為亞述嘅敗亡而拍掌㗎。係咪？3章19節最後嘅一節，你嘅損傷無法醫治，你嘅傷痕極其重大。凡聽你信息嘅，必都因此向你拍掌。你所行嘅惡，誰沒有時常遭遇呢？係嘛？現代中文譯本話譯做：凡聽見你被毀滅嘅消息嘅人都拍掌歡呼啊！因為佢哋實在睇見咗上帝嘅拯救。弟兄姊妹，詩人都係咁講噶。而你記得詩篇126篇第5節講乜嘢啊？流淚撒種嘅必歡呼收割啊嘛，拍晒手掌。第8節嘅重要，拿鴻先知要話俾我哋知，講一個曾經好似洪水一樣席捲列國嘅亞述軍隊，而家呢？而家卻好似水壩決堤之後，大水不斷向外嚟到傾倒，冇辦法阻擋咁樣樣。咁即係點啊？Eugene Peterson 又譯得好㗎，佢咁譯嘅，我將佢翻做中文。尼尼微就好像一個被人拔掉塞子嘅水桶，喊聲此起彼落，快啲做嘢啦，快啲做嘢啦！但係一切都太遲啦，尼尼微好快就會變得空空如也，什麼都沒有。第9、第10節，你們搶掠金銀吧，因為所積蓄嘅無窮，華美嘅寶器無數。尼尼微現在空虛荒涼，人心消化，雙膝相碰，腰都疼痛，臉都變色。係啊，昔日亞述搶奪翻嚟嘅金銀財寶，甚至係周圍附庸國所進貢嘅無數。但係第10節講乜嘢？現代中文譯本佢譯做尼尼微毀滅了，一片荒蕪淒涼。人心因恐怖而融化，雙膝顫抖，力氣消失，臉孔蒼白無色。你可以想象到呢個圖畫係點樣樣？亞述，佢哋曾經成為大國嘅重要資本，佢哋嘅膽量、佢哋嘅勇氣、佢哋嘅耐力，仲有佢哋嘅幹勁，同埋佢哋嘅推進嘅力量。弟兄姊妹，而家呢？而家乜都冇晒，乜都冇晒。諷刺嘅係乜嘢？諷刺嘅係呢一位曾經用恐懼同埋威脅嚟到去征服鄰近國家嘅強權，
而家呢？而家佢哋卻陷入咗恐懼同埋威脅之中。我哋未睇11至13之前，我哋跳一跳睇第3章。請大家睇落去第3章第5至到第10節，係第2次嘅我與你為敵。3章嘅第5至到第10節，萬軍之耶和華說：我與你為敵，我必揭起你嘅衣襟，蒙在你臉上，使列國看見你嘅赤體，使列邦觀看你嘅醜陋。我必將可憎污穢之物拋在你身上，辱沒你，為眾目所觀。凡看見你的都必逃跑離開你，說：尼尼微荒涼了，有誰為你悲傷呢？我何處尋得安慰你的人呢？你豈比羅亞門強呢？羅亞門坐落在眾河之間，周圍有水，海作佢嘅壕溝，又作佢嘅城牆。古實和埃及是佢無窮嘅力量，弗人和路比族是他的幫手，但他被遷移，被擄去，他的嬰孩在各市口上也被摔死，人為他的尊貴人拈鬮，他所有的大人都被鏈子鎖着。第三章主要係講尼尼微嘅傾覆。和合本聖經嘅標題都好清楚啦，尼尼微因惡受罰，係咪？呢個係和合本聖經嘅標題。不過弟兄姊妹，第5至到第10節呢6節經文有乜嘢咁重要？第5節，如果我哋用另一個嘅翻譯，可以譯做：我是你的仇敵，妓女尼尼微，我是萬軍之耶和華，我要剝去你那誘人嘅囚衣，在世人面前揭露你，我要讓列國盡情看見你從頭到尾嘅醜陋真相。問題係有幾醜陋？到底有幾醜陋呢？聖經作者嘅記載總共有5重嘅醜陋。邊5重呢？尼尼微佢哋係妓女，佢哋被剝去誘人嘅囚衣，喺眾人嘅面前赤身露體，佢哋係被公開羞辱嘅。第5節嘅結尾裏邊所講，佢哋係被公開羞辱嘅，佢哋污穢之物拋擲喺身上，佢哋俾污穢之物拋擲喺身上。第6節嘅，佢哋甚至成為一個景觀，亦都係第6節。弟兄姊妹，假如你就喺當時候睇到呢個景象，呢5重嘅醜陋，你會有咩反應啊？你會有咩反應？仲有唔單止係呢5重嘅景象，第8節仲有一個好重要嘅記載。你豈比羅亞門強呢？羅亞門坐落在眾河之間，周圍有水，海作佢嘅壕溝，又作佢嘅城牆。第8節，聖經嘅作者記載住羅亞門事件。到底同亞述嘅覆亡有乜嘢關係呢？如果你有聽第1講嘅話，你就記得噶啦。羅亞門係一個位於埃及尼羅河流域嘅一個古城，佢亦都係曾經係埃及嘅首府嚟嘅。埃及佢哋同尼尼微兩座城市都有一個共通點，係乜嘢呢？就係佢哋兩座城市都依賴住天然嘅地理位置，世界上最偉大嘅河流，你哋作為呢2個城市嘅保障，無論係羅亞門還是係尼尼微，嚟到去保護自己。埃及羅亞門，埃及嘅南部同埋西部係沙漠，東面呢係尼羅河同埋紅海，北面呢，北面有地中海嘅保護。冇關乎，表面睇嚟埃及係一個難以攻破嘅地方嚟嘅，尼尼微都係有偉大嘅河流保護住佢哋。如果係咁嘅話，弟兄姊妹，咁你就明白當時嘅人對於
尼尼微嘅強大同埃及係一樣嘅，存在住一種好傳奇式嘅諗法。佢哋好難理解亞述點可能會崩潰嘅呢？不過弟兄姊妹，羅亞門最終亦都喺公元663年淪陷喺亞述嘅手中，係亞述打敗佢哋嘅。你豈比羅亞門強呢？連埃及我哋都可以打敗，羅亞門嘅事件，亞述可以攻陷呢個地方，亞述會唔會仲勁過埃及啊？既然兩個城市都係咁穩妥嘅時候，亞述可能覺得原羅亞門都俾我哋攻陷，我哋更加係一個巨大嘅勢力，冇人可以打敗我哋嘅。你豈比羅亞門強呢？當亞述自以為強大，當亞述自以為勢不可擋嘅時候，上帝話唔係咁樣嘅。你睇下你哋而家嘅下場係點樣樣？弟兄姊妹，假如你就喺當時睇到呢一個景象，你會有乜嘢反應啊？係幸災樂禍嗎？係嘔心唔想睇呢五重嘅醜陋嗎？抑或你終於都明白到，上帝並冇漠視佢子民嘅苦難，上帝佢亦都真係並冇對惡者沉默不言嘅。你仲記得上一講我哋提及到先知拿鴻名字嘅意思嗎？係安慰。對於嗰一啲一直以嚟喺暴政同埋野蠻嘅統治底下受苦嘅古代近東群體嚟講，弟兄姊妹，當下所睇見嘅景象，正正就係一個好重要嘅安慰。但係同時間亦都提醒緊佢哋，即使係上帝子民嘅群體，其實亦都唔可以行惡噶，否則的話呢，咁就等同與上帝為敵噶啦。以色列人嘅歷史你記得噶，係嘛？翻去第二章我哋未講嘅11、12、13節，第11、第12節，聖經話獅子嘅洞和少壯獅子餵養之處在哪裏呢？公獅、母獅、小獅遊行無人驚嚇之地在哪裏呢？公獅為小獅撕碎許多食物，為母獅獵死活物，把撕碎嘅獵死嘅充滿佢嘅洞穴。你睇住和合本嘅聖經，我又讀現代中文譯本嘅翻譯俾大家聽。現代中文譯本譯做啦：現在這大城在哪裏呢？那像獅子嘅洞穴，餵養小獅子嘅地方在哪裏呢？公獅、母獅進出，小獅子避難嘅地方在哪裏呢？公獅咬死獵物，撕成碎塊給母獅和幼獅，洞穴裏堆滿咗撕碎嘅鮮肉。昔日嗰個無情咁攻擊獵物、扼殺敵國嘅城邑，將獵物帶返巢穴嘅獅子，而家喺邊度啊？昔日嗰個曾經好似好安全，曾經因為獵物而喜樂嘅地方，而家又去咗邊度啊？就係第11、12節所要帶出嘅問題。第13節，萬軍之耶和華說：我與你為敵，必將你嘅車輛焚燒成煙，刀劍也必吞滅你嘅少壯獅子。我必從地上除滅你所撕碎的，你使者嘅聲音必不再聽見。第13節嘅開頭，如果直譯嘅話呢，係應該譯做看啊，我與你為敵，萬軍之耶和華嘅宣告。嗱，弟兄姊妹，呢一句係一句相當關鍵嘅說話嚟嘅。點解咁講呢？無論對國家，抑或係對個人都好，我哋喺上帝眼中所站立嘅位置，最終其實亦都決定咗我哋嘅生或者係死嘅。
聽得明呢句說話嗎？無論係對國家抑或對個人都好，我哋喺上帝眼中所站立嘅位置，所企嘅位置，最終其實決定咗我哋嘅生或者係死。NASB 對於第13節嘅翻譯仲清楚啲㗎。NASB 佢咁譯，佢譯做咧，萬軍之耶和華宣告說，我要使他的戰車在煙中焚燒，刀劍要吞滅你的少壯獅子，我要從地上剪除你嘅掠物，你使者嘅聲音必不再聽見。戰車、獅子、掠物、使者，嗱，呢四樣嘢都係指向亞述嘅力量㗎，但係上帝卻要讓呢一切化為烏有。亞述嘅覆亡對我哋有咩重要嘅提醒？弟兄姊妹，對上帝嚟講，亞述嘅倒下象徵住壓迫嘅終結，被擄者嘅釋放，並且上帝子民盼望嘅重現。咁唔單單只係一場政治上面嘅轉折，更加係上帝公義介入歷史嘅一個明證嚟。以色列人唔需要驚，當佢哋面前再走嘅時候，佢哋見到亞述嘅倒下，成個歷史嘅發展，佢哋應該要知道，上帝係會帶領住佢哋，保護住佢哋，只要佢哋唔去行差踏錯就得噶啦。可惜嘅係乜嘢呢？你記得㗎，南國最終都要滅亡，係咪？亞述嘅滅亡，同時間亦都提醒緊我哋，無論有幾咁強大嘅權勢都好，如果係悖逆上帝、欺壓弱小嘅話呢，佢哋最終亦都必定要面對審判嘅。弟兄姊妹，那鴻書一卷短短嘅小先知書，確實俾我哋好重要嘅提醒。唔好以為邪惡勢力嘅巨大，只要上帝介入，上帝話我與你為敵，哪怕係亞述都要滅亡。唔好以為受欺壓嘅群體，上帝嘅子民，上帝唔再理我哋，唔係，上帝乜嘢都睇見，上帝一切都睇見。不過上帝子民嘅群體，你哋自己都要行得好，你哋都要行得正，咁樣上帝就會繼續嘅安慰，繼續保護，繼續嚟到去帶領。求上帝幫助我哋，亞述終於嘅滅亡，猶大得以保存落嚟。不過你同我都知道，嗰個保存其實唔係一段好長嘅時間，過咗冇幾耐嘅日子就被巴比倫所滅啦。求上帝提醒我哋，幫助我哋，無論係上帝子民嘅群體，抑或非子民嘅群體，行唔行得好，仍然係一件好重要嘅事情。願上帝繼續帶領住我哋。我俾1分鐘時間大家嚟到祈禱，然後我帶大家做一個結束嘅禱告。多謝主俾我哋透過那鴻書，我哋去睇見被欺壓嘅猶大子民。上主你從來冇忘記佢哋嘅需要同埋傷痛。主，當你要去保護你嘅子民嘅時候，我哋睇見哪怕係亞述一個咁強大嘅勢力，上帝你都必定會為你嘅子民嚟到出頭。天父，就求你繼續帶領我哋前面嘅路，可能喺我哋人生裏邊，我哋會見到好多嘅邪惡。但主，讓我哋更睇見你嘅公義同埋憐憫，讓我哋好好咁樣跟隨上帝嘅腳步，
成為一個忠信嘅群體，好叫到我哋所見證嘅係上帝你對你嘅人，你所愛嘅人嘅保護同埋帶領，係上帝你喺呢個世界裏邊對嗰啲邪惡不公義嘅審判。願上主聽我哋禱告，我哋咁樣嘅祈禱奉靠救主耶穌基督聖名，阿門。多謝各位，再一次多謝各位翻嚟呢個頻道去睇呢一篇嘅信息。都係嗰句啦，希望你留言俾我，我好想聽下你嘅一啲嘅反省，你自己嘅一啲嘅祈禱啊、心得啊咁樣樣，亦都希望你能夠 subscribe 呢個頻道，同埋將佢嚟到去介紹俾其他人嚟到去 subscribe， 更加希望你聽完之後可以俾個 like。多謝各位，我哋遲少少再見，願上帝祝福你哋。